你要准備去拍專輯嘅宣傳相片，你第一日拍相片麼？對呀。好，是吧？不在就偷拍呀。準備安多東西，你看，不看安來，準備出門咯。晨晨，你在哪里？你今天要拍照对不对？爸爸在做什么？好，晨晨你在看爸爸，你在看爸爸用头发是吗？这是谁的车？怎么这么漂亮？大车哦。遇到慢動，所以就記得當拍攝，因為冇呢隻麻煩的聲音。晨晨，你給姐姐抱是嗎？有车就开心了哈。你怎么这么好啊？你好难得哦。你说哪一台？粉红色的吗？这个吗？哦，车车，这个，哇，好舒服。等下跳跳哦。谢谢，不客气。我的荣幸。馬上係搞爆股啊，嘿，是不是？你不是很愛梳頭髮嗎？在家一直梳。那董媽媽的梳子是金梳。好。所以那。哥哥，你是耍我的。你现在就很乖巧，是吗？对啊。哎呦！谢谢。哇！有了。你在干嘛？果然是遗传自爸爸的音乐素养。但他的路线好像蛮电音的。哇！这是什么？这个路线不太一样。很嗨哦。不是刚差不多。哎呦，你要再挣扎一下吗？哦。没事没事，好，谢谢，姐姐，谢谢，姐姐。今年呢辛苦你啊，幾擺學電開相片錯麼？都厲害呢，快睇，棒耶！辛苦你哦，拜拜，拜拜。